十字門中海環宇天下，當年嘅百億地王呢、個 E 區嘅 C 位啊，169平方，豪中嘅4房，睇住豪宮景觀，睇住對面 IFC 隔離嘅 Sheraton 啊，同埋呢度嘅一線海景啊，都係可以同時望得到嘅。業主咧足蝕150萬啊！呢一套豪中嘅4房，南北通透，非常舒服。想急住售嘅同時咧，佢都可以租嘅。價錢都係比較有優勢嘅，呢度咧就係你嘅廚房啦，睇住嘅都係一線嘅城市景觀啦，呢啲綠化非常之 OK。入門口咧就係第一間嘅主人房啦，攝影師可以俾大家參觀下。樓下咧華發商都啊、環宇天地啊呢啲可以購物食飯嘅地方都係有嘅，仲係獨梯獨戶嘅一個設計啊！一出嚟咧就係你屋企啦。獨梯獨戶，你可以擺低你嘅嘢喺門口，非常之有私密性。另外3間房間咧就位於另外一邊啦。呢度咧樓下都有輕軌站，可以去到拱北口岸，可以去到金灣機場同埋橫琴都可以去得到嘅。就而家呢個市場絕對係你抄底嘅一個比較好嘅機會。業主足蝕150萬。如果想係十字門 CBD 攞低一個改善嘅住宅，仲想執樓嘅朋友咧，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6，我係小馬，點個關注帶你睇樓。